创立23年，台湾首府大学伫今年7月确定要退场啊，因为这校园真大，真侪民众向机关反映讲，希望政府会当去争取，甲这校园重新建设。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讲，会积极来争取，不过学校是有欠教育部经费，所以要等到中央清算了后，才有后一步的规划。 今入校园，大部分的教室空拢无人。原本校园应该有真侪学生，不过即摆煞受到少子化影响。台湾首府大学决定要伫咧今年7月退场，因为校地真阔，地方民众向在地机关反映，望在未来会使改变成专门运动馆，促进地方发展。遐有足大的空间，会当来好挥洒一下。所以我一直强调，就是讲，不管是老人也好，年轻人也好，囡仔嘛好，亲子馆也好。 甚至甲咱全民运动馆，对，咱来甲大堂做嘛，做了后，咱个政府的机关会当进驻，嘛减少咱需要搁起新的建筑物的这个费用。市长委特表达，市府真有意愿要接手，不过根据了解，目前学校有欠教育部钱，所以爱搁等中央清算了后，会搁调查有啥物单位想要来进驻。那学生的部分，学校已经安排好势啊，不过学生有缘真唔甘。 不想离开这间学校，学校帮我们跟教育部安排，有叫我们处理转学的事情。台南正有发生退场的学校，校园防严重破坏，政府讲7月了后会维护校园环境。台湾首府大学未来会变安怎？地方真期待。黄伟哲表示，中央回应爱清算到明年，相信明年才有答案。记者陈武台南采访报道。